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19，诗篇33篇21节安尼讲：阮的心要倚靠伊来欢喜，因为阮平素倚靠伊的性命。三甲来祈祷，阮平素所倚靠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生命喜乐的源头，你是赏赐丰盛稳定的主宰。主啊，伫你无困难的事，因为有你就有平安。主啊，阮对深恩求救你。主啊，求你听阮的声。愿你按耳孔听阮恳求的声。主啊，阮听候你，阮的心神在听候，因为伫你的话，阮有盼望。主啊，阮要仰望你，阮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摆列阮的祈祷。愿你听阮恳求的声。主啊，阮的心要倚靠你来欢喜，因为阮平素倚靠你的性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因为伊是咱平素所倚靠的，所以咱要靠伊来得到真正的喜乐甲平安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